台电总经理王耀庭20宣布的时节，行政院早起嘛表示讲会慰留。今仔早起，王耀庭嘛公开表示讲，伊时节是因为真唔敢讲同事红骂，嘛真讨厌台电，真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。王耀庭后天是表示讲，向来领导台电哦，难免拢会去拄着失电、是被各种的问题。伊讲哦，伊决定要留来继续拍拼，是因为台电工会表示讲，伊若离开会造成当面的不安。很难过。提出辞职会第3天，台电总经理王耀庭出面开记者会后天，强调会想要辞职，是无忍心看到台电2.8万外的同事互外界骂，才用辞职来捍卫同事的努力。面对行政长陈建仁等各界挽留，王耀庭讲，伊会留落来为台电负责。如果你这时候离开，不但曲解不会停止，恶意的揣测还会更多。我在这边，我还是留下来跟同仁一起奋斗、打拼。王耀庭表示，伊讨厌台电被当作是政治工具，客观出数据显示，台电近10年来已经将停电次数减少70%，各将停电比作是车害器，不管什么人来做拢共款。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坐这个位置，坐在电力公司的任何这个位置，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这是必然发生。就像你开车，可以保证这台车在路上走不会停电吗？不会抛锚吗？针对苏英五台电4部机组同时出问题，台电最后启用数量反应措施，一度电上悬，以12块向企业买电。王耀庭表示，迄一天总共开2450万来买电，强调平均一度电是5.1块。包含行政长陈建仁也佮发下王耀庭，望伊接受慰留。我希望他能够任怨任劳继续为台电为台湾的电力的供应来努力。我也请这个经济部呢务必要大力的来慰留。基层上来非常的专业，那处事也都非常的用心跟细心。那这个是我们台电的团队非常重要的成员，我们希望他能够留下来。面对最近桃园等地一直停电的事件，台电总经理王耀庭澄清是自甲经济部长或者是处长无关系，所以会唔惊批评，加2.8万的台电同事来拍拼，为稳定供电继续努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